华通证券三化自控开始打新了，点击探索，点击立即认购，选择10倍融资。根据你的自己的资金体量，那我现在这里只有一万多港币吧，那我就只能打4000股。好，4000股，点击立即认购，然后呢，输入密码4000，选择4000，输入密码，然后认购成功，等待打新的中签结果出来。大概这个操作是基本上就1-2分钟啊，但是呢，你这个是可以通过稳定币，就是你不需要港卡也可以去参与港股打新的。如果不懂怎么操作的，可以去公众号蓝星网络笔记去搜索华通证券的开户教程、图文教程啊，完全小白的手册。